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31节到38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8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随者。昨天我们谈到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当以色列的王，他是受到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拥戴支持，才能够成为王，统治以色列国。然而他如同他父亲一样的多疑，让跟随者伤心愤怒，然后决定离开他去投靠大卫，但却因为在战争当中，亚尼尔与大卫的将军3兄弟发生了一些状况。亚尼尔杀了其中一位叫亚撒黑，因而虽然已经跟大卫王谈过，并且被接纳，却被大卫的将军约押设计杀害。看起来原本应该要是成为大卫王跟随者的，却违背了大卫的心意。撒母耳记下卷3章31节到38节，大卫为了亚尼尔的死而悲伤，并且交代人好好的为亚尼尔提哭埋葬。大卫命令约押和他的部属都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为亚尼尔哀哭。葬礼举行的时候，大卫亲自跟在棺木后面走。亚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他墓前大声哀哭，所有的人民都痛哭。大卫为亚尼尔做了一首挽歌。亚尼尔该死的像傻子一般吗？你的双手没有被绑，你的双脚没有被捆，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。于是人民又为亚尼尔哀哭，大家整天劝大卫吃东西，但大卫发誓说，如果我在日落以前吃东西，愿上帝击杀我。大家都知道这事，都很高兴王这样做。事实上，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当天，所有跟从大卫的人和全以色列人民都知道，王没有参与谋杀亚尼尔这件事。王对他的臣仆说：“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将领吗？”当一个跟从者必须要能够100%的领受命令，并且愿意完全的顺服。耶稣基督这样对一个决志要跟随他的经学教师以及一个人说，马太福音第8章18到22节这样的记载。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绕着他，就吩咐门徒渡湖到对岸去。有一个经学教师来见他，对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无论到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湖里有洞，飞鸟有窝，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”另外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尽管跟从我，让世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。”
此人虽然说是决志要跟随耶稣，却满口理由的推说让他先去埋葬死人。这好像有许多台湾人慕道一样，虽然说非常喜欢基督信仰，但总是会说等家族的长辈离开了再来受洗，或有人说等我们不用再拜拜了再来受洗，更有人到了这个快要断气的之前才来受洗，想要得到一张天国的门票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跟随主是要在有生之年，并且与主一同奔走天路。诗篇48篇，锡安上帝的城，在我们上帝的城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上主之大，应该大受颂赞。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，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心。上帝的城的堡垒中，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。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，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惶失措，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，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，像临盆的妇人那么难过，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。我们曾经听见上帝的作为，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们的上主的城里，我们亲眼看见了，他要永远保守这城。上帝啊，在你的圣殿里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。普世的人都颂赞你，你的名传遍天下。你用正义统治，愿锡安欢喜，愿犹大的城邑快乐，因为你的审判公正。你们要绕着锡安山走，数一数它的城楼。你们要查看他的城里城墙堡垒，好向后代述说，这位上帝永永远远还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跟随者，愿意跟上帝同行。愿主赐能力，施慈爱，帮助我们从软弱中来刚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